1BB 咁啊翻村參加今日啊，準備放大鞭炮啦！好，爆竹嘅響，黃金萬響，我爆竹嘅響，金萬響。準備開飯啦喂！吃完飯，待會就是緊張刺激的時候。啊，前邊睇完煙花佈陣啦，跟住我哋喺度睇下呢邊準備係有呢個位置改完名之後咧，就開始係樓上呢個位置拋橄欖、放煙花、飲燈酒咁樣嘅儀式。嗱呢邊咧就係喺度起緊名啦。無理㗎，我呢邊啊！好啦，終於返到屋企啦！每年其實都期待大年初十嘅燈日嘅活動，因為即係參加啲村嘅活動咧，其實你會覺得都幾有意思咧，同埋你會對新嘅一年會有新嘅期望，同埋希望自己咧可以喺新嘅一年入邊再添光彩啦，再創輝煌啦，再攞更加好嘅成績啦。所以希望睇到呢個視頻嘅你，新嘅一年嘅每一日，每天進步一點點，我哋一齊加油，踏踏實實咁樣行好每一日，認清自己之後，更加愛自己。今年再操 fit 啲，再強大啲。無論如何，加油努力，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肯定可以嘅。